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12月12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7篇，以赛亚书第4章第2节到第6节，使徒行传第11章第1节到1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信仰重建。从美国回到台湾的三峡教会牧会，我非常清楚自己的呼召，就是要带领同工兄姐面对礼拜堂重建的困难。但建堂并不是唯一要面对的事情。我曾经明白地告诉兄姐们，如果我们的信仰没有被重建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领受上帝要赐给三峡那个新耶路撒冷的应许。因为以旧的思维、旧的教会传统、旧的管理方式，面对新的而且多了好几倍的空间，这样子是无法胜任的。信仰必须时常的反省，天天的审查，自我审查经常的被圣灵来更新。我们如果从仪器啦、器械啦、电子检验的仪器，比如说血压计等等的使用角度来看，其实这些器材需要经常的被调教，才能正确的使用它。否则的话，我们的信仰就会如同希伯来人所说的，会射不中目标，就是红心，然后我们就有罪了，会离开上帝的真道，会得罪上帝的。旧约以赛亚书第4章第2节到第6节这样说道，经文的标题写耶路撒冷的重建。时候快到，上帝要使这块地上的每株果树和每株植物都长得又高又美。以色列残存的人民都要因为土地的出产而夸耀，而觉得光荣。每一个还活着，上帝所拣选留在耶路撒冷的人，都要被当作是圣洁的。主凭着自己的力量审判这个国家，使他洁净。他要洗净耶路撒冷的罪过和在那里所流的血。那时锡安山上，在大家聚集的地方，上主在白天要用云彩遮盖他们，在夜晚要用烟火照耀他们。上帝的荣耀将遮盖保护全地，他的荣耀像帐篷的顶盖，张开起来能挡住白天的炎热，使这城成为避难所，躲避狂风暴雨。上帝宣布要重建耶路撒冷，让那些没有被掳的渔民不再因为国家被灭而蒙受侮辱。先知以赛亚宣告，上帝将要审判这个国家，并且使它洁净，使这一座成为上帝之城，被当作是圣洁的。在前言牧师谈到了教会兄姐需要在信仰上被重建。这样的情况事实上
也发生在耶稣基督的时期，也发生在初代教会。我们知道彼得，所有的耶稣基督的门徒，以及当时候的犹太教，包括祭司、经学士、长老以及法利赛人们，都需要被更新，重新被建立。就连耶稣基督的门徒也是一样，特别是当使徒的想法很容易的就变成一种传统的时候，就必须要完全的被上帝的圣灵来重建。外邦福音正式被接纳的基督教的这个工作是必须要突破这种使徒传统的。当保罗从亚细亚第一次宣教旅程回到耶路撒冷述职的时候，就也曾经遇到所谓的使徒传统的拒绝。而在这之前，彼得就已经先得到了异象，对于外邦人的态度之改变。当时候彼得在约帕，上帝的灵让他看到来自该撒利亚的呼声。虽然彼得曾经想要拒绝，但是在异象中，上帝的声音告诉他，上帝让他洁净的，你不可以看为污秽。因此彼得就领受了来自圣灵的异象及护照。他随着该撒利亚的人回去了。圣经这样记载，标题写的彼得向耶路撒冷教会报告。使徒和犹太全境的信徒们听见了有些人有外邦人也接受上帝的道这件事情。因此当彼得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主张外邦人必须领受割礼的人批评他说，你竟在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家中做客，甚至还跟他们一起吃饭。彼得就把整个的事情经过一一向他们解释。他说，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我得到一个异象，我看见有一件东西从天上降下来，好像一大块布的四角绑住，停落在我的身边。我仔细查看，里面有飞禽走兽，又有爬虫。接着我听见有声音对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绝对不可，任何污秽不洁的东西我都没有吃过。从天上来的声音又说，上帝认为洁净的，你不可当作污秽。就这样一连3次，最后那件东西就被收回天上去了。刚好在这时候，奉派从该撒利亚来找我的3个人，到了我居住的那一家的门口。圣灵指示我跟他们一道去，不必犹豫。从约帕来的6个信徒也跟我一道去。我们到了哥尼流家里，哥尼流告诉我们，他怎样看见一个天使站在他的屋子里，对他说，你要打发人到约帕去，邀请一个名叫西门彼得的人来，他有话要对你们说，使你和你的全家得救。
当我开始讲话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正如当初降临在我们身上一样。于是我记起来，主曾经说过，约翰用水施洗，但你们要领受圣灵的洗礼。很显然的，上帝把这恩赐也赐给这些外邦人，如同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他赐给我们的一样。我是谁，能够阻挡上帝的工作吗？他们听见了这话，就不再批评，都颂赞上帝说，上帝把因悔改而得生命的机会也赐给了外邦人。彼得不能拒绝，因为上帝已经定义要将救恩赐给了外邦人。我们看到彼得从凡事都要争在前头，到否认被捕受难的耶稣基督，后来到被圣灵充满而勇敢地公开传福音，领人归主。再一次的，他又被圣灵所呼召感动，他也在耶路撒冷的使徒面前做的见证，公开见证外邦福音是主的旨意。他以自己的经历来说明了外邦人必须接受割礼这样论点是不正确的。不但如此，彼得以自己的经验也为了保罗外邦的福音做了担保，这让基督教从这个使徒传统的束缚当中得以走向更宽广的福音宣扬的道路。诗篇27篇，上主是我的亮光，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上主是我生命的保障，我有什么好畏惧的呢？作恶的人攻击我，仇敌杀害我的时候，他们都半跌扑倒。纵使大军团困我，我也不害怕；纵使仇敌袭击我，我仍然要信靠上帝。我向上主只求一件事，只有这件事是我的期盼，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上主的家，在殿宇里瞻仰他的美善，寻求他的引导。我遭遇过患难的时候，他庇护我，他使我在他的舍墓里得到平安，把我安置在稳固的磐石上。因此我要胜过周围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圣殿里欢呼献祭，我要歌唱赞美上主。上主啊，求你垂听我的呼求，求你怜悯我，答应我。你对我说，到我这里来。上主啊，我正要寻找你，求你不要躲开不理我，求你不要发怒赶走你的仆人。你一直是我的帮助，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不要离弃我。就是我的父亲离弃我，上主也要看顾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该走的路，仇敌在窥视我，求你引导我走平坦的路。他们用谎言攻击我，恐吓我，求你别让我落在他们手中。我相信在有生之日，我会见到上帝的美善。要信靠上主，要坚强壮胆，要信靠上主。求主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叫我们不被传统给束缚，不要成为福音的阻碍，愿意跟随上帝的旨意，让福音的路更为宽广。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